歡迎光臨多多 Channel， 為女兒探店第一季第2集，嚟到元朗順福糧倉 RUD。今日係星期3，中午12點，可能啱啱開門冇耐，所以仲有好多吉位。店內環境都算整潔，唔會有油膩感。由於本人腳仔短啊，所以坐啲高凳呢會覺得唔舒服啊。望下個餐牌先啦，其實都幾抵食。上次我去天水圍嗰間食咗牛胸腹牛舌200克98蚊嗰個。另外仲有呢啲加配嘅項目，睇下呢個餐牌，星期1至5係大激安啊！今日係星期3，所以呢就係安格斯牛板腱拼牛胸腹嗰個餐，係最抵嘅一個餐嚟嘅。個餐就包咗飯啦、沙律啦同埋湯嘅，飲品要另外加配。我今日加咗支檸檬茶，茶味淡淡地，檸檬味又淡淡地咁咯。燒緊呢塊就係牛胸腹啦。話時話，有冇人知道點解啲肉呢會黐喺網嗰度呢？咁樣黐法係咪換嗰個網會好啲啊？你睇我燒得幾靚？呢塊呢就係安格斯牛板腱啦。呢塊牛板腱食落去都幾有牛味嘅，俾阿女鑑賞一下先。如果係 OK 嘅話，就會帶過嚟食啦。最後多謝大家收睇為女兒探店，請繼續支持我嘅 channel，下條片見。